谭前辈，子灵是不会走的。付出了那么多，才换来这次机会。若是再次退缩，还何谈结丹？何谈重振妙音门？何谈为爹娘报仇？所以，我一定要闯过去，哪怕是永坠于此，小女子也认了。既如此，紫菱姑娘就跟上来吧。不知哪天，我们可能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希望到时也能遇到为我们试过的同道吧。至于这宝衣，他也用不上了，就全当是报酬了。世人修行，所求不外乎长生。一生死，齐天地。可是纵观古今，又有谁人能做到？